啟德以前係咁樣㗎，你睇下。嗰陣有個啟德遊樂場，有旋轉木馬，好熱鬧㗎。後來政府收咗塊地填海，起咗啟德機場。嗰陣時好多飛機升起降落，日復日，直至到1998年7月6號晚黑，最後一班機飛走咗，啟德機場嘅燈逐粒熄晒啦。之後幾年，成個機場逐筆拆走，跑道打爛，大樓推平。丟空嗰幾年，呢度雜草叢生，得返啲後生仔嚟放風箏。到咗2007年，政府話要發展啟德，起咗郵輪碼頭，條跑道都變咗空中花園。後來地鐵啟德站開咗 ，ASI、SOGO 都嚟埋，呢度變得好繁華。2025年啟德體育園開幕，主場館以東方之珠設計，閃耀整個維多利亞港。飛機飛咗，但我哋仲喺啟德，變咗亦一直冇變。承傳過去，啟動未來，啟德。